台湾东平湖总集村以106年到111年，但是古籍旅游人数大胆下降，认为并无单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而是行销策略拢无改变，所以要求市区向日本行到学习如何有吸引力，特别建议用力 AR、VR 等现代新科技来积极促销。为什么日本咱台湾人甚至其他外国观光客？去日本1届、2届、3届、4届、5届、6届、7届，拢去袂成。为什么？有吸引嘛？每一摆去，拢有感觉无同款的感受嘛，或是有新的元素的加入嘛，增加嘛，所以很值得去看嘛。那当然不只是那个景点、那个古迹，连带周边的，他们也都配合结合得很好嘛。所以这是咱爱讲的学习的所在嘛。我认为说，我们可以运用最新的科技，像这些运用 AR、VR 技术，让游客可以有亲临这些古代景象的这种感觉，这样会吸引这些观光客再次来观光，有对哦？是。你感觉古迹这一寡战役或是景点的运用 AR、VR 的技术，让民众就好像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的战场，景地的做法，你感觉这方案呐？这是真好的建议啦。那另外就是讲，阮看到吼，伫咧日本，其实因真侪嘛会伫咧学校内面去推动啦。有当时咱的囡仔，其实伊嘛是咱上好的一个，咱做科普的时候吼，会当互咱的观光客会当知影讲，其实带囡仔来，伊嘛是个有，比如讲咱会当看到一寡。用那个 AR、VR 重现的场景之外，另外囡仔伊嘛会当做学习啦。其实国外的景点也会当永垂不朽哦。它还有一点就是，它把在地的那个文教特色也都放进去，都结合在一起嘛。是。台湾东平湖会长马伊个人注疫苗以后确诊31公斤的痛苦经验，表示伊是拍断手骨电导用，伊认为好佳再有注2剂疫苗，所以为将牛肉来注第3剂，减少成为动情危险。同时会长嘛关心民众确诊以后若有紧急医疗需求，警察卫生局加商局注意反向联系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英庚采访报道。